又係收賺啦。人母親節係20號，係咪呢？10號係啦，10號係母親節，係啦。星期日10號母親節呢，山車係特別忙嘅，係啦。個個都即係母親節係咪1年1次慶祝，之代表母愛嘅尊重呢？亦就話覺得唔係嘅，覺得母親節係每一日都係啦，即係家人無論係兄弟又好，父母又好，其實所謂嘅父親節、母親節係一個藉口，俾你可以一家人去相聚、去食飯、去聯誼，但係唔代表只有母親節、父親節先表示你嘅愛意。其實父親節又好，母親節又好，中國嘅咩節日都好，其實每一日係你都要對你親愛嘅家人、親人都表現住一份嘅愛喺當中，無分咩節日特別好嘅，係啦。咁呢樣嘢係我知道大時大節一定係忙噶啦。咁但係我由始至終每一日我去拍日記，日我心所諗嘅，我由始至終我都不變一樣嘢，我絕對唔中意，絕對討厭係太多是是非非。我點樣都好，呢樣嘢我絕對係好唔中意，喺一個好多是非圈嘅環境下，我會覺得頭暈啦，好辛苦，或者其實好厭煩。但係原來呢，每個人嘅性格都有獨特嘅，你唔可以改變身邊嘅人，你只可以改變自己去迎合嗰個工作。你有啲覺得唔係好合作性，唔夠團結，唔夠合作，唔夠去睇到身邊嘅同事做緊啲乜嘢，而去配合去做啲乜嘢，咁改變唔到人啦。因為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嗰一套噶嘛，係啊，你唔可以改變佢，咁唯有就係改變自己，去令到啲嘢move咯，辛苦啲，改變自己辛苦啲，令到啲嘢繼續去move。因為你改變唔到人，但唯有改變自己去令到啲嘢可以繼續去完成。咁唯有就係辛苦啲，行多步，每個人去有咗同理心去，願意付出多步，唔計較多步嘅話，咁大家就好舒服。但係如果每個人嘅諗法都唔同，而唯有就係改變自己辛苦啲，默默咁樣去做咯。係啊，因為冇一個藉口，喂，咁多辛苦就可以點樣啫嘛？總之好多嘢其實應該要去好宏觀去睇，其實係令到點樣可以喺嗰件事嗰一日所有嘅嘢
都可以變得好 move、好圓滿，大家踏走踏着就完成咗一日工作。呢個係我嘅信念。大家去舒舒服服去收工，咪好咯，係咪先？啱啱啊？8眼鐘踏走踏着，一人做多步，一人做多少少，跟住就可以輕輕鬆鬆。喂，咁咪收工咯，快快脆脆搞掂咪收工咯。呢樣嘢返工最開心係乜嘢啊？就係收工嘅時間啦嘛，拖咩啫？等陣啱唔啱？同埋咁計較，其實邊個做多做少，甚至乎點樣啦，點樣，其實我覺得好頭痛㗎。即係有時聽到好多是是非非嘅時候，其實係好頭痛，好唔中意。所以今日嘅日記我就會好深一樣嘢，只要做自己，唔好理他人。係啊，真係其他人有啲乜嘢，做啲乜嘢，講啲乜嘢，關我叉事啊！我做得返自己本分，我盡咗我自己能力，做到最好，咁咪搞掂咯。係啊，聽日終於放假啦。係啦，因為5月11號夜晚惠藉有嘅錦江飯局喺旺角生產市街錦江酒家，即係有個惠藉有飯局，期待已久，終於嚟臨啦！咁今晚好好享受一個美滿嘅飯局，好晚啦〜